除了美国的关税政策以外呢，即马来看中国嘛是直直对台来军演。美国、日本甲韩国发表联合声明，呼吁停止破坏台海稳定的行为，也强调绝对是反对以武力也是压迫的手段来改变台海的现状。因为中国是表示讲，因的军演呢是对上台的金门模式进一步变作是控制宝岛的模式。专家就来警告讲，未来呢，在中国可能会愈来愈接扰乱咱的平湖水域，所以海巡甲国军就爱赶紧来应变。美国国务卿鲁比欧甲南韩外交部长赵叶烈、日本外务大臣严岳业小揽致意。美日韩外长初三伫比利时会晤，三人发表联合声明，那关心强军月初连续2天伫台海周边军演的强压行为，也呼吁停止进一步破坏台海稳定的行为。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美日韩3国外长，继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场边会晤后，再度表达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，并关切中国军演等挑衅行径。韩国强军也是动作不断，日本防卫省初三监控到强军山东南往南海移动，咱国防部是查到单日16台强机、9只强舰、2只公务船伫台海周边活动，其中15台强机飞过海峡中线，显示伫岛链周边的区域，包含日本、菲律宾，同款感受到中国的威胁。咱海军海巡持续监控周边海峡动态，防止强军由混转战。不过，中国官媒央视所属的少校叫严谈天，伊讲前2天的对台军演，重点演练要挟要道的防控，是要为常态化执法巡查的基本模式，进一步延伸对台行动，等于形成全新的控岛模式。用军事力量封锁台湾呢，不是不可能，但是会耗费很大。透过常态性所谓的海警作为大型编队，持续的对台湾本岛做绕岛行动，或是说把这个船队呢移到澎湖水域应该都是可以预料得到了。专家示警，强军真有可能借由双方机舰数量的差别，利用所讲的执法也是军事行动，消磨咱方的军力。建议国军甲海巡爱赶紧提出大型无人机的规划甲需求，让做无人机会当分摊部分监控应付强机有人机舰的量能，颠倒会当以无对称作战的战略突破强军威胁的困扰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